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福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富贵甲空气监测站透早空气的品质接近大红灯，对中国飞来空气中间的有粒沙影响台湾。外交部卫生福利部拢表示讲，和别佬迄个互相开放旅游，咱准备好啊。不过对方的医护人员也无啥信心。美国总统选举上尾场的辩论会今日举办，两个候选人对武汉肺炎一直轮来到双人的领导能力互相比较。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秋天到、营野到，富贵角空气监测站透早已经接近大红灯，就是会损害人体的程度。尤其对中国内蒙古飞落南，空气中间的有粒沙也已经影响台湾咯。照看到爱到明仔载，空气才会反较好。离四节气的霜降也已经到。中央气象局估计讲，礼拜日清早气温会降较上低。透过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会当看到北台湾出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伽马色提醒。入秋了后的第一波嘛海报道，透早4、5点，富贵角测站出现 PM2.5上悬的浓度达立方公尺50微克。另外，中国内蒙古的沙尘暴嘛对咧报道7点左右 PM10浓度上悬，好加在传输的路线远，佮加上落雨雨量并无严重。估计全台湾爱离明仔载24号空品才会恢复正常。北部刚好也有下雨所以整个的影响比较轻微。那对于中南部陆续大概23号会有整天的影响，那到明天开始逐步恢复正常。今仔是24节气当中的霜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湾拢出现温度下降。到11点为止，上低温出现伫苗栗东螺，定有16度1。气象局提醒，如果礼拜日透早会出现上低温，民众爱穿较少的。预计大概北部这个区域还有宜兰这个区域的话，低温大概会来到18到19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凉的。那其他地方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也大概低温会在20度上下。北台湾的落雨嘛特别停下，气象局表示，礼拜5下暗，北平大的空气南下会慢慢变大。中南部是因为受到风台外围云系影响，会有一寡落雨。这波东北季风会伫这个礼拜日的日时减弱。估计要到后礼拜3、4才会出现东北季风增强。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再来讲，咱国内流行性感冒预防针虽然做的人真多，不过6个月过到还未入学的幼囡仔这言，目前才2成7做过尔。但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设伫咧国行政区的门诊部，拜6早嘛要加开放婴幼儿预防针的门诊，望家长就紧带幼囡仔去做。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亲身说明讲，咱虽然和韩国有用到同药厂的设剂，不过品质拢有过检验，民众唔免操烦。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发生民众抢要做的情形，部分地区还佫出现欠货的消息。有一寡家长走几间医疗院所，才抢到号码牌，都惊因的囡仔做无流感疫苗。往年要打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就有打了。今年的话就排了好多次，诊所去的时候都是人超多的，然后说没有疫苗了，对他们好像一天只有配20还是几十这样子。虽然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做的人比往年还佫较侪，不过6个月到学龄前的囡仔做的比率，敢若有27.5%，那以目标55.5%来推估，还佫有35万的囡仔还未做。另外，为了方便家长，休困日会当带囡仔去做疫苗，台北市联合病院宣布，为10月24开始，12区院外门诊，到礼拜6开始会加开幼囡仔的疫苗诊，一个诊提供100支的疫苗，只要照囡仔的健康手册、甲健保卡就会当做。另外，最近韩国做流感疫苗，传出至少造成32个人死亡。台湾无论是公费或者是自费的流感疫苗，嘛拢有为法国赛诺菲药厂来的。针对这点，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台湾使用的疫苗甲韩国的是无共批，民众唔免烦恼。我们当然也跟赛诺菲公司去查询其他世界各地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事实上现在没有。那韩国进口的批号跟我们也不同。那台湾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市长强调讲，会持续关注这件代志。赛诺菲公司嘛发声明表示，韩国发生的事件目前当地调查，台湾进口的流感疫苗拢有符合因公司品质检测程序标准，甲卫福部食药署严格检验的程序品质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卫生福利部已经宣布讲，50到64岁之前，若无染到慢性病的成年人，公费给付的流行性感冒预防剂，就慢请去做。高雄市政府这边目标也开始针对65岁过的长辈时代，阁有未上6岁的幼囡仔，答应喊出一句公孙啊同齐做的口号，望讲做阿公阿嬷会当顺带咧出门同齐做一摆去做较好。囡仔都伫咧诊疗台顶悬，看起来有淡薄仔惊，所以来就哭啊，因为伊准备要来做流感疫苗。高雄市今年来做公费流感疫苗的人，明显比去年同期搁较侪。一直到2日为止，高雄市已经做超过478000外剂。啊，毋过若是要形成集体免疫力，注射率的部分也搁爱提悬。cover 的范围能够越广越好，你能够 cover 到30%甚至40% 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群体免疫力。那群体免疫力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10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7个人或者6个人，都有打过预防针，可能其他3个人就被保护住。高雄市目前6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率是44.69%。3岁以下囡仔注射率是78.51%，毋过3岁以上到2合进前的囡仔注射率就较低，是44.76%。为着要提悬注射率，卫生局从23开始推出公孙仔、妈孙仔做回来做疫苗会当抽奖，呼吁阿公阿嬷带孙仔做回来做疫苗。可以小朋友跟老人一起打是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2趟。老人家跟幼儿的话，应该是优先打比较 OK， 因为他们老人家抵抗力比较不好，小孩子也抵抗力不好。我是觉得先让老人家跟幼儿来打，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高雄市卫生局表示，民众要去医疗院所做疫苗进前，上好爱先敲电话预约，而且确定疫苗的资讯，才袂白走一抓，或者是排队，阁无法度做疫苗。另外，若是处女有6个月以下的红婴仔，提醒家长买当来做公费的疫苗，以大人产生抗体来保护处女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外交部表示讲，咱派驻美国的代表处内底一个职员，昨验出染到武汉肺炎，当伫咧隔开等待治疗。萧美琴代表本身是逐工都入去代表处办公，含染病当事人有记接到，毋过伊的身体拢无啥各样，应当免另外隔开观察健康才是。驻美代表处已经立刻进行了办公区域的消毒的作业，并且要求同仁要全程佩戴口罩上班，并且在不影响公务的前提之下呢，美处会持续的进行分组人流上班。从10月23号开始，驻美代表处也将停止领务的柜台服务，那恢复的时间呢将会另外公告在驻处的官网上面。外交部指出，迄个染病职员19暗开始留有发烧，去医院采检，确定染病。含伊较有记接的同事对昨开始，拢已经自主隔开，各有踮伫咧厝内用电脑连线办公咯。若萧美琴代表本人是讲近来即几日含当事人较无记接，目前人也无啥各样，应当是较无必要另外隔开观察健康。再来讲，台湾和太平洋的海岛国家别老互相开放旅游的计划，敢已经有眉目咯。外交部陈浩仁处长早起表示讲，虽然咱已经准备好，不过对方讲抵挡传染症的工课，因敢做的集团实在无啥信心，也无法度按算念咪就有通互相开放。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讲，目前是别老迄边的医护人员家己较有顾虑。太平洋海洋多数国家秘鲁2012年8比3届世界文化甲自然综合遗产。伫进前传讲，台湾秘鲁旅游走廊上近11个实施，秘鲁会当成做第一波开放的国家。未来双方会当以旅游团形式互相开放边境。不过伫早起外交部处长陈秀玲证实，台湾确实准备好啊，不过关键是秘鲁对防疫依然有疑虑。我们都准备好了。那现在帛琉方面呢，他们反而当地能不能100%的防疫，这是他们现在关切的要点。所以他们还在他们的政府内部还在这个研议当中。11月就能开始这样的一个泡泡的实施，现在还是未定数。那外交部证实，秘鲁旅游走廊有变数。卫生部长陈时中伫早起参加活动时阵也讲，本来对
北流的旅游走廊有较大的期待，不过这嘛是北流对当地防疫能力有疑虑。我们本来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不过现在据外交部的讲法，他们的医护人员是有他们的一些担心，我们持续在洽谈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防疫现在情况比较好的，对于边境的防守上面的概念都会趋于严格。除了北流的旅游走廊有变数以外，也传出讲日本政府正伫咧考虑要放宽边境的管制，准入境日本72点真久内的商务人士会当免除14天隔离。对象包括台湾、中国、韩国等国家，相信后个月实施。对此，但是中讲日本依然伫咧研究中，外交单位也未得到日本方面的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湾海峡情势紧张，美国敢有可能派军队来驻在台湾？捌做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美国官员 Richard Bush 博瑞就是讲，若真是派军队，中国可能会要求含因断交。另外，中国敢会利用武汉肺炎的预防射，要求咱的邦交国投靠过去。美国国务院有官员是讲，若中国预防射，世界应当是拢无啥信心才对。最近中共军机一直扰乱台湾，伫咧两岸情势真紧张的时阵，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台美的国防合作加深。美国敢是真正有可能伫咧台湾驻军，嘛引起关心。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普瑞哲表示，若是即马美军驻台，可能会致使美中断交。So if we were now to decide to deploy troops to Taiwan, I suspect that Beijing would feel great pressure to suspend or cance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普瑞哲表示，若是中国武力犯台，台湾的军队必须要坚持几个礼拜，才会当等到美军到位。若是美国决定伫咧台湾驻军，台湾嘛有可能出现无需要去投资国防，或者是提高后备军力的想法，可能会弱化台湾的防卫。若是即马中国毋拿武力威胁扩大，嘛积极运用疫苗来做战狼外交的工具，可能会逼使台湾的邦交国来转向。We already anticipate that there will be a wave of Chinese using the vaccines as a weapon, as an instrument to entice more countries to sway them over to their side. Of the way the CCP has handled COVID from the beginning, no matter how many masks they hand out now, I think that is a question and a doubt that is on the minds of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 as well. 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讲，世界各国拢会对中国疫苗品质有疑虑。于大雷嘛表示，台湾目前嘛当地积极研发疫苗，虽然速度比其他的国家较慢，毋过有可能伫咧明年就期。若是成功，嘛发挥台湾会当帮忙的精神来帮助各国。还佫有法国外长勒德里嘛伫咧听证会顶悬佫一解强调讲，台湾是法国的同伴甲世界的重要成员，而且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的高官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汪洋主席放声警告咱台湾，讲若佫当作西洋人是后靠，台湾海峡一定会地动山摇。早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陈明通主任委员伫咧一场国际研讨会致辞的时，也强调讲，台湾会保持警戒甲提防，保护家己，嘛袂冲动主动要讨战。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对区域的和平造成威胁，还佫不时咧恐吓台湾。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警告，台湾若是靠势别国会斗相共，台海一定会受到真大的影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参加当前中国大陆发展甲治理问题国际研讨会致辞的时阵，强调讲，针对中国的打压甲恐吓，台湾会采取必要的防御作为，落软甲退让并未带来和平。台湾 has and will take necessary defensive measure to show our high-level strategical resilience of the all. We all note that showing weakness or making concessions will not bring peace. We will not act rashly to seek war, nor will we give up easily on peace. 陈明通呼吁各大同盟的国家，甲台湾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重要防线。也那意是新参与研讨会前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指出，中国的所作所为威胁到真济国家，是战狼外交，嘛互美中的关系出现新的低点。China's nearer neighbors in East and South Asia to question China's intentions and goals.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at was once China's rhetoric of a peaceful rise to the current day extolling of wolf warriors.
斯坦伯格认为讲，按中国目前的路线，买手一定会输甲真惨。呼吁中国应该要加做一个负责任的区域谈判。咱若台美的关系，伊讲台美的命运是连结做伙的，双方应该要伫全球区域、甲贸易的方面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欧洲的武汉肺炎愈传愈开。法国已经加强实施禁止人暗时出门的规定，啊，搁有意大利、希腊、搁有捷克这些国家对民众的约束愈来愈加重。另外，顶礼拜验出治病比利时的外交部长病情所恶化，甲已经刷入去加护病房了。法国史特拉斯堡病院因收治漂亮的患者，和医护人员特别无形。法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有超过3.4万人死亡。官方宣布扩大宵禁。Nous sommes en train d'atteindre d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 de Paris ou de Lille, où les services de réanimation commencent à être débordés. Le nombre de personnes atteintes du Covid s'établit sur les 7 derniers jours à 251 pour 100 000 personnes. C'est-à-dire une progression de 40% en une semaine, qui seront soumis à la règle du couvre-feu, soit 46 millions de nos concitoyens. 特伫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实施宵禁了后，首都罗马的拉齐欧大区23嘛对咧做。东港暗时真侪店家真早就休困，街路拢无人，而且会当看到警方四界伫巡逻。希腊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882例，创新纪录。政府宣布包括雅典在内几个重大疫区实施宵禁，半暝11点半到透早5点禁止出外，拄日时开始。这个日嘛实施更较严格的防疫规范，包括限制出外、商店、购物中心、甲饭店等等关起来，户外甲车内底强制挂吹烟等等。总理巴比斯甚至是出面来回息咧，伊表示，若是无安尼做，这克的医疗体系可能伫咧11月初7到11之间就会崩败。这克目前确诊超过19.3万例，有约1/3的病例是伫咧过去7天以来发生，卫生体系是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有4派确诊患者必须要住院。顶礼拜确诊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梅斯状况恶化。伊是伫咧自主隔离了后，伫咧2日暗时去送去布鲁塞尔的一间病院。伊的发言人嘛证实，伊进入加护病房治疗，状况真稳定，头壳嘛清醒。今年45岁，威尔梅斯伫咧疫情期间担任看守总理。伊顶礼拜表示，家己是伫咧家族当中受到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的总统选举上尾场的辩论会今日举办。现任的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 Joe Biden， 两个对武汉肺炎的传染症，论来到外国势力安怎样干涉这摆的选举，啊，还有健保的制度、甲黑人、白人种族的问题，甚至是气候变迁，还有双人的领导能力种种，加在比较顶一场，今日气氛是加真平和，无啥咧相争谈话。大选到达时间已经上后尾12天，美国真侪间全国性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比拜登更较低。2日暗时黄金时段，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白宫特派员兼新闻主播克里斯汀·维尔克主持的这场电视辩论，川普的压力真重。主持人第一个提出来问题，就是造成超过22.500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It's a worldwide pandemic. I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the spikes in Europe and many other places right now. If you notice, the mortality rate is down 85%. The excess mortality rate is way down and much lower than almost any other country. Anyone who's responsible for that many deaths should not remain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为着预防第一场辩论唱话插嘴乱七八糟的状况，搁一届来发生，总统辩论委员会伫2个人的麦克增加静音的铃，若是这届真正有发挥作用，互两个人表现出搁较侪自制力，呈现出一场温和有特殊的辩论。主持人提出来问题，搁包括外国势力干涉选举、健保、种族争议、调伫咧国会纾困难、气候变迁、甲领导能力等等。若是伫咧讲到俄罗斯、伊朗想要介入干涉美国大选，还有拜登的第2后生杭特伫咧中国乌克兰的海外商业利益等等最近新闻的重点。两个人互相批评，质疑的气氛嘛变悬。川普指控拜登伫咧担任副总统的时阵，伊的后生杭特伫咧中国发大财。拜登是回敬川普讲，伊伫咧中国有银行口座。过去20年，伊对中国纳的税金，搁比伫咧美国纳的搁较济。I have not taken a penny from any foreign source ever in my life. We learned that this president paid 50 times the tax in China, has a secret bank account with China, does business in China, and in fact is talking about me taking money. Treated very badly by the IRS, very unfairly. But we had a deal all done. As soon as we're completed with the deal, I want to release it. Why did he's been saying this for 4 years? Show us. Just show us. Stop playing around.
包含电压佮电现出一批新的洲际弹道飞弹。拜登批评这证明讲，川普甲独裁者小揽的做法无效。川普是批评讲，迄是奥巴马政府留落来烂效。疫情军架嘛显示出健保的重要性。拜登讲，全民健保是一定爱做。川普讲，迄是伫咧推销桑德斯舞出来社会主义健保。啊，若是伫咧经贸的议题，拜登讲会甲民邦合作来压迫中国来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确保中国袂阁强迫伫咧当地做生意的美国爱技术转移。川普是强调讲，家己对中国输入美国钢铁加扣25%关税，来补贴美国农民280亿美金，平衡中国对美国农民身躯所卡的油。拜登承认讲，美国社会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川普是讲，家己是全场上种族平等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顶日台北市政府有讲，年尾时一礼拜内武汉肺炎的病例超过15站，新历过年暗的演唱会这活动可能都会停办。早起高文特市长是说明讲，入境的人数经过加开，应当是袂阁再话人。就是讲，就要国内起因的本土病例一礼拜超过15站，台北市过年暗的活动才会决定停办。台北市府顶日建议讲，若是一礼拜确诊超过15例，下年暗会可能就会取消，或者是改做线顶转播。也那观光团保局表示，15例是包括本土，也有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件代志引起大家讨论。疫情指挥中心日嘛针对这点提出疑问。台北市长高文特23受访的时阵，回讲，应该是一礼拜本土确诊15例，本土有15个，每周有15个，这表示传染已经传开，这种情形下会停办。草案还没进入那个防疫小组讨论嘛，所以草案的确是这样写。我说我们又不是没有防疫旅馆，有防疫旅馆怎么会定这个就把它划掉？可能他们也误会了，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当初只是一个假设状况，所以请各个局处去拟一个可能的方案。观光团保局目前也未定案草案的内容是，那台北市出现一个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第一阶段是前期实体活动取消，下年暗会改做线顶转播。若是每一礼拜新增加的个案超过15例，或者是指挥中心禁止举办大型的活动，可能就会取消办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民众参与娱乐活动的意愿较少。高文特表示，市府提出今年9月份至12月份纾困较振兴的措施，有纳税的业者会当延长租期，若是明年会当证明收入比去年同期还佫较少，会当佫减租金。当然有人会问说，那如果过了年底了我的业绩还是很烂，那怎么办呢？坦白讲也许真的要考虑转行了。高文特表示，台北市府伫今年12月份至明年6月份，还佫会推出减一半的5%税，甲定收7个月优待措施，希望会当全力协助台北市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捷运环状线经营权，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是搁再表明讲，含台北市3年契约的期间到，就会收回家己经营，甚至提早收回也有可能。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即马是表明，台湾的捷运电车无定会当切合变作共一间总公司来经营，详细也会当经过交通部调集台北、新北含嘉南市长的会议，才搁来商谈。台北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已经通车，由台北市捷运公司营运当中。环状线北环段预计明年下半年动工。北环段长14.93公里，有12座地下车站；南环段5.37公里，有6座地下车站。新北市各一届表态讲，3年合约拿到，就要收回来家己营运，嘛无摆渡讲提早收回来。我们10月开始就会分组跟对方讨论如何接，把人员进驻。新北因为环状线各一届已经无工，交通部长林佳龙展出捷运总公司的想法，认为讲会当向全台湾干那一间捷运总公司的方向来思考，再个由分公司分做北中南来营运。林佳龙认为讲，过去捷运由地方政府提案来起，毋过对规模扩大，就要考虑来整合。交通部会当对即卖800支轨道路网的政策沟通平台来收集地方首长的意见。如果捷运总公司，当然还是有分地制宜吧，所以是在底下设几个分公司，但是像采购啊、电脑，它可以用统一的格式，或是要采购，特别是机电系统的一些采购嘛，这样才达到经济规模。针对交通部提出来捷运总公司的议题，台北市长郭文特、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桃园市长陈文灿初步拢表示赞成。交通部嘛表态讲愿意协调，这就是要安怎执行，都需要来听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今年桃园机场的飞行机帮大减。虽然政府有提供产业界消掏困难的补助，不过但嘛有几落个伫咧桃园机场宽雅贵宾室者伫咧服务的人员出面表示讲，公司一边面领政府的补助，一边面使用记过调职的手段，步步来挑战因遮的员工。
凭着良心，不要让那些在职的人再加害。讲到这几个月，心情是真无奈。桃园机场款贵宾室的员工指出，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公司为4月份开始实施减班休困，后来佫开始调动员工的职务，做评分，还佫有处分，还佫有人封闭爱签同意，无爱提出资遣的文件。评分评比，然后就开始有记过，之前有签的那一份，就是自愿放弃之前的。公司要我们签那一份之后，就等于是没有这份了。你一手拿了政府的补助之后呢，你就来了一个这个减班休息，你又要求员工去签了一个事先放弃了之前的请求权啊。原本有270个员工，过几个月，敢若剩70多人。有立委指出，款贵宾室今年为民航局，还佫有桃园机场公司，1000多万，还佫有130多万的补助，所以不替劳工。这个是交通部纾困补助的规范，对业者来讲是伤过零啊。纾困3.0，这虽然是才刚发布，7月份我们公司在做资料审查，如果有发现这个它有减班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按照纾困办法，我们就会给予它这个补贴上面的一些限制。交通部指出，已经在纾困办法内底新增加劳工权益保护的规范，嘛要求桃园机场公司监督业者爱确实发放津贴。另外，还佫有多一寡企业实施减班休困。劳动部讲，这牵涉到营业资讯，无方便提供，不过会甲各部会来确认。其他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是互相配合的很好。那勾稽的那个部分也不会有委员说的没有勾稽到的问题。针对员工的指控，业者是无愿意加讲啥，干若讲所有的流程拢有合法，嘛有做劳资协商的会议，因若其他的代志目前是无要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桃园市警察局杨梅分局接到线报，伫新德县侦破一桩改造枪支的地下工厂，现场掠到3个嫌疑犯，搁掠出载赃，清查出过界的枪支、枪支含毒品安非他命这证物。警察不要动，警察好，我在。警察立门去掠人，查到这间改造枪支的工厂。因为分局伫进前接到线报，伫新德县有一位71年岁姓祝的查甫人，伫厝内改枪，也搁摕起杯，22下昼掠到姓朱的主嫌犯，加一位姓李的查甫人，加一位姓钟的女子。现场也查到改造枪支的成品、半成品加毒品。每一个案件我们都全力以赴，那不因为是一条简单的线报，那我们就放弃。我们循线跟踪埋伏，那终于举破获。而且是枪支跟毒品同时破获。警方讲，这个姓祝的查甫人讲是家己家内算无摕起杯，讲是伫新德市模型店买枪的相关材料，伫网络的 YouTube 学改枪的技术，不过拿枪是对倒来，无法度交代。因为范闲他不具有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只要持有猎枪就是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所以因此在这个枪支的部分，我们经检验也是功能正常，具有杀伤力。警方伫进行了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加3个人以上进入地检署侦办，也继续追查这款枪一个毒品的来源甲流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水情来讲，目前南部的詹文水库欠水量已经卡无3成。昨台南市黄伟特市长也强调讲，那11月雨水拢无来，12月市民的用水就要降低水压。市府当然提头，甲市内儿童省水池拢总停止提供用水。佫有公用便所的水道头，嘛开始2粒就关1粒起来，一半有水尔。水库的工作人员实行人工净化，不过雨水也是真有限。南部上大的詹文水库的储水量已经无甲3成。台南市府嘛，因为安尼来启动节水的措施。就是他们的厕所都只剩一边的水龙头可以用水，然后它的水也变小了这样子。没办法，因为台南市现在目前缺水，所以我觉得为了大家共体时间，就是先忍耐一下。对，水资源也很重要，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你那个洗手的时间啊，然后。防疫的话，也可以多用酒精这个样子。台南市长黄伟特日前表示，水情真紧张，若是到11月底还阁无落雨，12月可能就要减压供水。若是今年4月份台南市府召开节水会议的时阵，台南市府就需要求要实施节水措施，包括小便斗、水道头、儿童的戏水池全部拢要关起来。那如果等到民间现在开始要减压供水了，等到那个洗车业、游泳池要关了，你
看那个时候引起的民怨一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自我节制，让那个要限水的时程往后延，那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由市府带头也是应该做。另外，因为即马拄好是疫情的期间，大办公也是市府的人员拢有加强洗手，环境嘛直接伫摒扫。地区用水量有淡薄仔成长，市府秘书处表示，希望透过加强节水措施来平衡全年度的用水量。若是台湾地区11月份特别进入大水期，台南市府呼吁民众爱节约用水，才会当让水资源有效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东部这边，关山万冬稻啊，当要挂，所有农民去顺着那像是秋兴滚塘来野稻穗，估计有上百家的跨面。没想经过专家查明，原来是和秋兴滚塘同一科目，另外一款分别的野鹅。是讲稻啊虽要收，专家也建议讲，但即马就唔通除药啊头糖。关山镇德高里的农民伫巡田的时阵，发现稻仔根挖土的所在有真侪虫的卵，还有虫伫稻仔顶悬飞来飞去咧食叶啊。更较严重的，稻仔穗已经落落来，农民烦恼讲，即个万冬稻仔的收成可能会受到影响。啊，食到无有些伊就过甲稻穗拢剪掉，剪到剩一两影安尼尔就对了，拢落甲规田拢总是。农民就是讲去互外来秋兴滚塘入侵。赶紧去甲民意代表，还有县府通报。县府甲专家去到地，发现讲毋是秋兴滚塘，是另外一种甲秋兴滚塘同一科本土的分泌野鹅，嘛号做稻仔穗棕毛虫。初步了解，伫关山镇已经有100多公顷的稻仔受到损害，已经请农改场协助。防治药剂部分应该要用哪些农药之外，那另外也有用那个新配肉盟诱捕的部分，他们也会来给我们做适当的协助。台东农改场研判，可能是因为今年雨落了较少，造成分泌野鹅数量直头增加。不过目前的观察对稻仔的收成影响并无大，会持续搁关注。不过即马进入收成的期间，无建议农民喷药啊。它只要最上面的那一片它是主要供应稻穗能量，大概可以供应60%到70%。只要这一片还在的话，其实你的稻子应该是都收成上是没有问题的。农民讲，因为早期挂稻仔了后，会当烧稻仔草，都无看过这种虫害，建议政府会当以专案的方式开放烧稻仔草。不过，县府表示，针对这点爱国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看完来看花莲，花莲市区近来有几个位的路口加到一款新型的感应摄影机，引起民众咧关心讲，敢是有要加强此地交通违规？但花莲县的警方是表示，这个新的机器是要追查可疑的车辆临车牌号码的系统，望民众都要安心。花莲市中正路属地花莲边的门口，中正桥头的墙顶头，最近有几落支新的摄影机，民众就是讲是要抓违规的，所以大家拢加正守规矩。会不会有心理压力？会有一点点。你知道说会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就比较不会违规啊。这是应该的啦，要不然大家都来违规的话，不是都很多事情要发生了。花莲警方强调，这款新的监视器是专门用来追查可疑车辆的车牌辨识系统。自107年开始得到中央华东基金补助2000万，在县内39个重要路口、另外道路装85支车牌辨识摄影机，记录追踪可疑车辆，分析伊的路线，会让到3港警方抓人。监视器的部分主要是在做治安需求部分来设置。所以它设置的目的是犯罪侦防，并不是开高罚单，这个请民众可以安心。花莲全县目前已经有装5146支摄影机，分别在伫咧2000外路口。警方讲，虽然唔是要抓交通违规，也不希望民众也是来遵守交通规则。若是有发生车祸意外，也是自相关的监视器为面，依照责任告发。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治安问题。进前台西铁路警察的案件，还有桃园台西老母的案件，拢捌互法院判无罪。这也引起要设司法病院的讨论。法务部也计划要提出精神障碍罪犯监护处分无限期，会当一延再延的制度。不过早起伫高雄大学一场学术研讨会现场，就有学者讲，那这是较无通。
精障者的监护呢，如果完全没有期限呢，是比较不可行的。我希望就是我们最长的这个设计，应该最多就是差不多是在10年到11年。那么如果说10年到11年他已经没有办法治愈了，那应该是要社区矫治，要来这一个接手这一个精障者的这个问题。学者也表示讲，望经过这场研讨会，会当表明精神障碍者的基本人权，甲维护社会秩序两项代志同款重要。毋是讲无限期监护治疗来侵害这人的权利。另外，学者也指出，精神障碍者治疗3档到5档，若无复原，了后的治疗往往是无作用。买手应该是经过社区来接手监督才是。过来讲，内政部修改法律，打算要通过都市危险老旧建物奖励办法，针对200平方公尺以下较旧的厝体改建，提供2%的用值奖励。啊，毋过房地产的专家和学者是拢讲，小规模的改建若是多，对都市发展全面性的景观，哪像社会影响？没有那么多。为了加速小型围楼建筑中建，内政部日通过都市危险老旧建筑物用值奖励办法，针对建地无甲200平方公尺，而且厝龄无甲30年的建筑者，予因2派用值奖励提悬诱因。已经被新建筑物围住了这一些小区域的小房子，我们给予它2%的容积奖励，目的是说，因为它不可能再扩大了，所以说它倒不至于是说会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而是极少的一个状态。围楼条例需要100%土地甲建物所有权人的同意，才会当进行都更。房产专家何世昌认为讲，针对小基地围楼厝提悬用值奖励会是相密刀，就算加速围楼厝的改建，啊，不过若是小基地都更愈来愈多，都市发展的风云更较脆。若是各一个地区人口增加，可能会致使公共设施不够。小基地的围绕案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个都市计划的发展就会变得比较零碎，而且常常看到市中心啊有那种小基地的建筑，它长得瘦高高的，很像竹笋或者像火柴棒或者像纸片屋。小基地的去改善的话，其实将来对于整个大规模或者都市环境景观的改善是有害的，也没有缺乏它的正当性。我想对这个政策应该要重新再好好思考检讨。学者张金晓是批评讲，用值奖励是全民财产，个人的改建无应该由全民来付钱。这款的小基地用值奖励，公共利益甲正当性无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顶礼拜教育部预告可能要放宽幼儿园外国语教学的规定。这款进展有的私立幼儿园的业者是讲赞成，啊，不过全国教师总会这边批评讲，若确定要放宽这限，一定会伤害到目前幼儿教育公共化的系统，这是动摇国本。配合推动双语国家政策，106学年开始，幼儿园会当交予有外语能力的教保员来进行无分科的英语教学。啊，不过即卖幼儿教保甲照顾服务实施准则第13条的规定，袂当采用全工、半工或者是分科的外语教学。教育部认为外界的误解做禁止来学外语，10月16日预告修正草案删除这个条文，改做袂当进行以正式为目标的阅读、书写、计算的教学。我们是支持的，我们再去看整个全世界，他们对这样子的语言的学习，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跟规范。孩子的将来的竞争力来看，现在只有我们台湾对这个的语言是最落后的。本身经营私人幼儿园的单元整认为讲，对经济力甲家长的需求来看，放任是正确的方向。啊，不过专家总表示，当初是这个条文的用意，就是要保障囡仔莫干那学英语，因为学龄进程更较重要是爱学习生活的基本能力。若是放任，会有更较侪幼儿园变做双语幼儿园，甚至会当预见台湾的幼教公共化系统会去互拍败，国本会去受到影响。我如果是准公共，政府你要我限制每个月收费。但是比起我加入你准公共，我更好赚啊，所以我一定就是抛下你的准公共，对，好，我就去做我的媒体教育，因为你合法了嘛。修正草案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嘛，引起真侪讨论。6月人大部分拢希望维持原本的条文。专家总讲会伫咧预告期60天以内提出有利的语言论述，而且甲家长沟通，提供予教育部来做后续修正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欠水，中部的县市已经开始咧限水。
啊，毋过规台水载甲满的消防车，若去到民间的大验厂验车的时，拢会互人要求讲，车内消防用水爱拢漏掉，验车才会通过。总是台中监理所这边也说明，消防车算是特种的车辆，验车若莫超过特定的总重量，就会当。甲水箱车开开，消防人员一个一个检查器材甲泵浦，确保每一个器材正常运作。除了检查水箱加压系统以外，水箱内底的水嘛要保持好甜甜。就算因为检查器材甲水漏出来一丝啊，也是爱随甲水保护甜。不过，若拄到验车的时阵，就是一个大工程，因为都要符合验车的标准。以这台大型的水箱车来讲，3栋的水都要全部漏掉。水的水压没有像其他分队的他们消防水压那么大，所以说我们验测完回来之后呢，加水的时间大概要至少10到15分钟，会比较久一点点。根据行照的登记，这台水箱车会当载重4.14吨，不过若载水，搁加上几啊百公斤的器材，重量就会超磅。未少民间的大验厂，就会要求爱甲水漏掉来符合行照顶悬登记的空车重量。不过水箱车3吨的水漏掉了后，搁添，就要10分至15分。若搁较大型的水库车，12吨的水要重新搁漏水漏互甜，就要半点外钟嘛无采水。在检验的时候，其实都根据车型的状况不一样，一般都是总重量。包括总重可能上路行车还是会有一些安全的疑虑，所以我们还是依据他们领牌的登记的总重来限制它不要超过总重。台中监理所强调讲，几啊年前就甲民间的大验厂通知，消防车有进步的需求，属于特种的车辆。若验车的时阵，只要无超过特定的总重量，就当通过，会搁甲大验厂督导。因若消防局嘛表示，平常时会用轮流的方式来验车，嘛拢会甲水保护甜，袂影响到救灾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中部云林县政府近来和太阳能发电的业者合作，经伫咧大溪溪顶社区的中清食堂设发电的设备，这也是目前全国头一大中清食堂发电示范的场所。计划一年会当替社区增加12万的收入，未来会用落去做加菜金，照顾长辈时代。早起10点，云林大溪溪顶社区的中清食堂总铺堂内无用煮食，通好赴中昼护士大食饭。即马中清食堂要结合太阳能供电，唔但会当省电，也会当有一笔绿电的收入。加上这次长青食堂能够给我们这个光电力能的回馈我相信对我们未来那个老人家的长青食堂的用餐会非常有帮助。长青食堂装设的容量大概15 kW， 然后一个月大概可以发1万块的那个电费整年度大概有12万的电费收入，可以来挹注我们长青食堂整个的开销。为着要照顾时代，云林县政府甲3间能源业者合作，因选择伫大溪溪顶社区的中清食堂用公益的方式设太阳能板发电，这也是目前全台湾头一个中清供电食堂的示范区域。每年的发电量大约来到18850栋，也期待有更较侪食堂来加入。云林县第一个嘛是全国第一个阮目前伫云林县有142个中清食堂，希望讲以后安尼模式会当继续推展到阮真侪这食堂来继续照顾阮的时代。县政府表示，云林的日头最美，也是全台湾太阳光电发电量前3名的县市。来推动中清食堂按太阳能板，也推动伫学校的厝尾顶，达到省电又搁会当增加收入，也通好补贴食堂甲学校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大溪看完，咱来看古坑。古坑的社区去年开始就开办长辈时代拍鼓的活动，今年佫就地取娘，利用在庄出产的竹仔制作出8组竹仔鼓。这毋但外观特别，竹仔鼓声配合太鼓的声，规旁鼓队也愈有特色。伫咧云林古坑社区，透早就听会到充满活力的鼓声。对旧年开始，逐礼拜四，社区的时代就烧招来遮斗阵讲鼓做运动，练习到呾，因毋但有基础，嘛更加真欢喜。真心实安尼，我来拢大家拢做有伴，做老热的啊。你这讲偌久啊？讲一个月吧。老师足好来教，足好啊，好棒，赞。这个讲鼓队毋但讲太鼓，嘛摇手鼓，互人听了规个人拢轻松起来。而且从细甲看，阁发现有用竹仔来做的竹仔鼓，
展现古坑在地的特色。就是想说就地取材，用我们就是社区本来就有的那个竹子叶啊，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制作。虽然讲古队才成立无偌久，时代嘛有岁啊，不过老师伫咧教的时，嘛有想出一寡撇步，希望因会当赶紧熟手。上重要的是爱生了欢喜。我们在设计课程上面啊，就是我会先用长辈他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活泼的动作设计，然后贴近他们生活经验，然后配上口诀。这个团队啊，哈，然后训练了以后，我们可以参加各种的地方上的一些庆典啊，哈，期盼大家都很开心、很快乐、很健康。阿公阿嬷透过讲古的课程，唔但感受到无同款的生活趣味，嘛会使来练身体，预防脑筋退化。11月份的新歌发表会，大家就会使看到这场阿公阿嬷上舞台表演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落男来讲，去年屏东基督教病院和便利商店互相合作，利用民众所管的咱山钱，成立一搭互长辈时代幼囡仔、身心障碍者互相扶持照顾的场所。这内底也有设一位咖啡厅，聘用的佫是庇护工厂训练出来的人员，就是望讲替身心障碍者提供一个较友善的工作环境。真惜手的伫制作点心、出餐服务人客，因是阿成甲阿华是庇护工厂的员工。以早因伫咧做工课的时阵，去互歹意来对待。毋过因来即个由屏东基督教病院甲超商灵芝馆所共同打造的咖啡厅做工课了后，因真介意即摆的工课，嘛真有成就感。不会被欺负，又不会就那个骂脏话，我又微博呀。不会赶你，对不对？对，你们可以慢慢做。对对对。开心就跟店长一起工作。阿华去年伫讲的店长嘉伟，甲点心的制作过程设计做适合智能障碍者工作的流程，互因做工课起来会当较顺利，达到双边好的友善工作职场。跟他们工作第一要有耐心，然后要怎么想尽办法让他们去，很清楚的马上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做，然后下一动就是要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他们要去跟一般的社会大众去做面对面的接触，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他们的改变很大。会当提供身心障碍者工作甲学习的机会，唔但是创造双边好的工作环境，嘛互社区居民各加一个舒适的友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恒春民谣的故事，目前已经改编作现代剧场的戏出来表演。去年台南人剧团甲车共青年创作体这两个团体，同齐制作一出新戏《半岛风声小放伴大风动》。今年10月24嘛，头一摆来台北公演，现场唱出恒春的古早调《思乡记》。出民谣为团刘中青三代同齐演唱，表现出民谣伫恒春的传承和使命着。因是来自恒春的艺师，嘛是半岛风声小放伴演员。台南人剧团和车共青年创作体受屏东县府的委托，共同制作一出民谣戏剧。剧团开摆一档的时间，伫恒春收集资料，记录过去民谣甲当地生活关联，用新世代创作者的角度，和民间歌谣透过剧场艺术的手法呈现。我们其实，在恒春半岛这边，所有的老老少少应该都能够朗朗上口。朗朗上口，书啊、香啊、K， 对不对？这个连我都会了，这样子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地性的一个非常那个用戏故的那，然后就把它传唱他生活的日常。报道风声小放伴10月24要伫台北花圃公园免费公演，户外嘛有大卫兵的转播，好无一张票的民众嘛会当做伙欣赏。透过这个艺术节，去集结了艺术家、设计师、学校、社区，还有在地的 NPO， 大家一起传唱这个屏东的这个在地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屏东这个在地艺文的能量。
自2018年扩大办理的半岛歌谣节，今年的系列活动7月9日伫台北出台。主办单位除了将屏东的民谣表演带来台北，嘛要邀请大家去恒春半岛感受落山风的歌声。阿嬷，咱的做伙出好世界听。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我来看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张志宏总干事，伊进入校园教台语已经真久。伊也讲，虽然嘉义算是中南部会晓讲台语的学生，虽然哪来哪少，尤其传统的教育方式也着爱创新变巧，学生囡仔对台语才会愈有兴趣。你有听，你会晓甲因回答来讲。老师替国小2年囡仔上台语课，课文多好讲着台话，老师就互囡仔自由发挥，讲出因熟悉对一种的台话。绿色，咱台语是讲青色无问题，吼但是安怎？但是你伫遮绿豆比较习惯讲的就是像志勇讲的绿豆，志勇，这敢是老师甲你教？阿嬷教的嘛，吼对无吼？囡仔会当等于因兜，甲因兜的指导人讲台语。安尼咧有比较就会较紧。总干事表示，家己是南部县市，应当台语的环境会较好，但是因为是住伫厝内拢讲华语较济，学校阁安怎教，囡仔嘛无练习讲的机会。母语的教育就会变做亲像英语同款，欠缺讲的环境。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其实拢讲台语，但是伊和囡仔讲话自然会要用国语，因为小朋友可能来到学校，伊会感觉用国语咧讲较顺。家里大概都在跟你讲什么样的语言？在说国语。在教国语。对。那像这样说练习台语的机会？只能在学校学。除了国小的学生，总干事嘛有甲国中替学生上课，也毋过因为是社团的课程，为着吸引着学生的兴趣，上课的过程就亲像你讲笑亏。新牛要进，新娘要出嫁，头西行。伊的答案就是叫做啥物？不是低声，而叫做假声。学台语会当家中的人讲话。要学更较侪袂晓的物件。所以讲，你感觉你有学着吗？有。你包括一寡佚佗物啊，咱嘛听过用安尼甲讲啊。所以囡仔伊的接触济了后，伊对这个产生兴趣了后，伊就继续要甲你听落的迄个理由。因为家己各中学校拢无语言的课程，所以学校拢有成立社团，希望会用提供学生学习母语。大部分的学校都以社团的形式去做推广，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在社团的时候每周去做母语的教学活动。我感觉咱的母语咱本身咱台湾人的母语拢是歹，所以这个课我感觉会用家下较侪囡仔来学习的。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表示，目前台语的教学拢有在推送，但是学习的环境袂应只有伫学校内底，内容嘛无应该是强调课本的课文，应该爱建立讲的环境，互母语会使用较自然的方式传互时势。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休困一觉，天气的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温度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1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6度。金门、马祖、澎湖18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胡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